澳門市民曹自然對中國影視業嘅建議，本人建議中國影視業多創作具有正面意義的影視作品，因為這些內容會深刻影響到全球華人社會的下一代。在當今信息年代，兒童與青少年普遍透過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電子設備接觸影視內容，影視作品所傳遞的價值觀將直接透過各類串流平台、社交媒體、短視頻等形式進入他們日常生活。雖然影視作品常反映現實社會中的善與惡，我仍呼籲業界多投入優質題材的創作，同時政府也應加強國民品德教育，尤其在數位時代，青少年容易在未加篩選的資訊中受到影響，因此影視內容的社會責任更顯重要。以中國影視為例，部分作品呈現人性與家庭中的陰暗面，我建議編劇與導演能在劇中融入引導向善的轉折，展現人性光明與家庭溫暖。畢竟在網絡資訊碎片化的環境下，青少年更需要看到積極的價值示範。以香港影視為例，某些類型片長期主導市場，對青少年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像劉德華先生、古天樂先生等具影響力的演員，若能多接演正面向上的角色，將有助於引導年輕觀眾建立正確價值觀。事實上，劉先生的熱血合唱團與古先生的尋秦記等作品均展現了積極意義，值得鼓勵。孩子如同一張白紙，而在數位時代，他們更早、更頻繁地接觸影視與網絡內容。因此，除了政府的教育政策，影視產業也應善用其傳播力，主動製作能引導人心向善、重視家庭與社會責任的作品。這不僅是為了中國，也是為了全球華人下一代的健康成長。感謝大家聆聽我的建議。願中國乃至全球華人社會的下一代能在積極健康的影視與數位環境中茁壯成長。多謝大家。